兄弟姊妹平安。今日还阁是通讲新年恭喜啊！咱是年假的上落尾一天，明仔载就开始开工啊！求主帮咱，互咱伫休困了后，通有搁较有气力来跑走，搁来新的一年的路站。好，即点咱来锻炼圣诗190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 歌词大概无啥物特别的所在，咱拢会当真实来吟吼。来，咱来吟第一节。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恁拢踮这世间，今仔路苦来我面前，他人拢有平安。我听伊讲心然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底平安来到伫伊，应踮耶稣身边。来，第一站，搁一遍。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恁拢踮这世间，今仔路苦来我面前，他人拢有平安。我听伊讲心然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底平安快乐伫伊，应踮耶稣身边。咱过来看一首圣诗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打开歌词嘛无特别的所在啦吼，就是第三节，请咱注意就好。第三节的第一节，求你定心做阮心神，清气无点无扰面。扰，迄字就是扰吼，无扰面。好，咱来吟第一节。 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阮秘密心内，显出你家大忍耐，求主你是主。 心来礼拜。
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因感谢伫伊的门，因学罗伫伊的院，着感谢伊，学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来因信息第190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咱起立来因转首。咱犹原徛咧来攻读新的诫命，新的诫命嘛记载伫信息的头前，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迄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今日要交读启应文记载伫启应文第6篇，也就是诗篇23篇。我来刻恁来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真因，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
伫我对峙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咱大家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今天是农历年后第一个礼拜，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带领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无论在生活或者在灵命上都有所成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经历了疫情的变化，让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到教会中来聚会。而就在最近，我们又看到疫情似乎又有点复燃的迹象。求你保守看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让我们可以免于因为疫情所带来的恐惧，让这个疫情可以在你的带领下逐渐的消失，让我们可以恢复到原有应该有的生活。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加的亲近你，让教会的一切事工都能够合你的心意，也让教会的事工能得以顺利的推行，将福音传给更多需要的人。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待会要领受您的话语，求你增长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得以借由牧师口中所传达的道理，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行在生活当中，做一个合宜的基督徒。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欧肉，赞美，圣歌队，他看顾着我。
圣经今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何西阿书第14章第40到第8节。何西阿书第14章第40到第8节。我要医好伊的陪伴，我要白白疼因，因为我已经对因诉我的生气。我要伫以色列亲像露水，伊要开花亲像百合花，伊要春滚亲像黎巴嫩。伊的枝要伸长，伊的水要亲像橄榄树，伊的芳要亲像黎巴嫩。踮伫伊的硬硬的要倒转来，因要亲像五角搁翻青，开花亲像葡萄树，伊的芳要亲像黎巴嫩的酒。伊发连要讲，我甲偶像还有啥物干涉啊？我有应伊，搁看过伊，我亲像清脆的参秋，你的果子对我来得着。我用华语再读一次。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向他们所发的怒气已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扎根。他的嫩枝必延伸，他的荣华如橄榄树，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回归，使五谷生长，他们要发旺如葡萄树。他的名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说：“我与偶像有何相干？我应允他，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实从我而来。”正道，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医治的疼。咱将时间交姊妹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来，是为了要来医治我们。感谢主，你用宽恕的爱挽回我们。如今你要再继续用医治的爱来医治我们身心灵的病痛。主，求主你圣灵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说话，借着主你的话语，我们要重新被医治，重新站立，重新出发。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的读经进度，过年也是要读经哈。从年前到现在，读经进度是在何西阿书。在上一个主日，也就是春节前的那一个主日，1到3章，我们谈到上帝选民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谈到，即使上帝的子民始终对上帝三心两意，像个淫妇一样对上帝不忠，上帝仍愿意用他宽恕的爱来挽回他们。在接续的读经进度里面，从何西阿书第4章到第11章，罗列了以色列的罪状，列得非常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是绝对的公义。不过，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子民在这样子似乎是罪无可赦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他们被这样子有一个毁灭性的结局。我们看到上帝他反而愿意转消他的怒气，赐下恩典，来医治这一群已经习惯性犯罪、顽梗悖逆的子民。上帝的选民习惯性犯奸淫，习惯性背离上帝的道路，是日积月累造成的，绝对不是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种习惯性、重复性，甚至带有一些强迫性、不容易改变的嗜好，在如今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名词叫做成瘾、上瘾了。犯罪也是会上瘾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我们会叫它是一种瘾。比如说烟，我们会讲烟瘾啊，好，一直抽烟抽得不离手，他没办法控制，他是犯烟瘾。喝酒喝到不能控制，我不喝酒就全身不舒服，我非要喝个酒不可，或者一喝酒就是那种喝得没完没了的，我们说是有酒瘾。那当然我们知道，真正属于犯罪事实的，那就是毒瘾，好，毒瘾。吸毒叫毒瘾，当然了，现代文明的瘾、文明病，我们讲文明病、文明的瘾还有哪些呢？工作狂，不懂得安息的工作狂，或者是一直吃的暴食症，或是有新的东西出来就忍不住，非得去买不可的购物狂。那网络，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在网络上也是有网络的瘾，等等许许多多，这些在身心灵上过度依赖、成瘾的行为，都是很难戒断，而且会一直蚕食我们身心灵健康的不良嗜好。我想，一对正常的父母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儿女落入危险，却不发出警告。一位有医德的医生。绝对不会明知病人无法承受药物的副作用，还继续给他投以相同的药物，不试着去改变治疗的方向。那么，当我们落入试探，无法对上帝专心的时候，上帝一样会透过环境向我们发出警告，借由众先知在各个时代发出警告。问题就在于，没有多少人啊，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话听进去。那么，愿意听进去又愿意行出来的，那个为数又更少了。从旧约历史我们看到，举凡先知都没有好下场，先知的话都没有人爱听，举凡先知都没有好下场。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对自己习惯性的顽梗悖逆，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生病了，他们不觉得自己错了，他们不但打从内心抗拒先知的提醒与警告，甚至还企图杀害先知。如今新约时代，上帝的启示随处都在。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先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的职分，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上帝透过圣经他的话语，因为上帝已经借由圣经，借由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并且还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的工作。圣灵随时向我们在提醒我们，向我们发出警告。圣灵的工作有哪些呢？比如说，上帝会兴起一些环境来提醒我们对上帝是否忠心。上帝也会透过牧者的讲道来提醒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对上帝三心两意。也会透过长职同工的教导，透过我们在团契、肢体里面彼此的分享，许许多多圣灵的工作在各个面向都向我们发出警告。要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否已经早就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很可惜的是，从古至今人们碰到的问题都一样，那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很容易就将上帝的话当耳边风，从右耳进左耳出，轻易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就是我们背道的病。在今天的经文第4节，我们来看一下，周报后面也有14章4节，一开始就说：“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上帝要医治以色列背道的病。从何西阿透露的讯息，上帝的子民背道已经不是一般的疾病了。上帝的子民在背道这件事情上面已经上瘾了，已经上瘾了。
他们明知不对，却又无法自拔，容许自己任由自己生活在信仰的假象里。他们表面上是在拜上帝，私底下却始终在替自己来盘算各种的好处，他们假装上帝允许他们这么做，假装上帝有恩慈有怜悯，不会跟他们计较，总是会自圆其说的说：上帝的恩典够我用啊！上帝的恩典竟然成为他们背道的烟雾弹。刚才有谈到一个习惯性、重复性，甚至带有强迫性的不良嗜好，在现今教会也很常见到。我们一起来思考，在教会里有哪些是爱自己、爱世界比爱上帝还多的瘾？我们到底有哪些事情其实已经上瘾了，但是我们好像不自知，或者是我知道啦，我知道该这样，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我们一起来思考。首先，牧师要谈的是主日礼拜总是无法提前来到礼拜堂安静预备的这个瘾。我们做礼拜是否会像上班上课这样子，总是要在最后1分钟才踏进教室、踏进办公室打卡？因为我们一点都不想吃亏，1分钟、1秒钟我们都不想吃亏。这种习惯跟上帝斤斤计较时间的瘾，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意识。当我们没有办法提前来安静礼拜的时候，我们的招待同工，我们所有在预备的同工，他们都没有办法安心准时的做礼拜。牧师真的期盼有一天，我们在9点半礼拜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招待同工已经坐在后面，而不是还在1楼等待着大家要来服侍大家。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或者是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当我们要花钱买门票进场，除非你有难以，就是我们讲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因素，我相信每个人一定会提早进去，提早找好位置，坐在那里等着电影放映，等着音乐开始，等着戏剧开始，绝对不会是在最后一刻才冲进去。而且我相信我们都很讨厌那个后来才来的人，我们已经在看了，节目已经开演了，然后还有人说借过这样，我们都不太喜欢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世界我们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在礼拜堂做礼拜呢？当我们来领受上帝的恩典，难道我们都不怕被挡在门外吗？我们会提前进去音乐厅、戏剧院、电影院，是因为那个门，电影院可能还不至于啦哈，但是国家音乐厅、戏剧院都是你时间一到，它的门就关了，你一定要等到下一首曲子或者是下一个段落，它才能再放你进来。可是做礼拜，我们都面对上帝，我们都不怕被挡在门外耶。马太福音书里面有10个童女的比喻，我相信有些人应该蛮熟悉的。准备好的童女，她就可以得到恩典，跟着耶稣。没有准备好的童女，就是被挡在门外，哀哭切齿。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们有一群在服侍、愿意投入服侍的同工，他们早，特别像圣歌队，跟音控的同工啊、招待的同工等等，他们都一定要提前来预备。看起来好像很辛苦，我要比别人很早到教会，但是实际上呢，圣歌队的队员、招待的同工、音控的同工，还有其他的同工，这是你们的福气，因为你们永远不会被挡在门外，你们都是早就预备好的。
你们都是已经预备好的。牧师期盼有一天，我再说一次，牧师期盼有一天，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准时9点半，就可以安心的跟我们一起做礼拜。在做礼拜这件事上，我们是爱自己比爱上帝、爱肢体更多啊。目前来看是这样。约翰一书4章20节说：“若不会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我再说一次，若不会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那我们若说自己是爱上帝的，那其实就是在说谎。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会议。长老教会是很有体制、很有制度的，所以长老教会里会有一些会议，比如说各部的同工会、长执会、小会、会员合会。在会议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选择性的迟到早退，或者是选择性的参与。比如说，在下2个礼拜，隔2个礼拜之后，2月20号我们要举行会员合会。就拿会员合会来做例子，在会员合会里面有各部各团契的事工报告。既然我们互相彼此成为肢体，就应该要好好的关注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会、每一个团契他们的需要。到底这个单位、这个团契是缺人手呢，还是缺奉献？到底他们有什么缺乏是我们可以去投入的？我们参与会议绝对不是好像一个审判官坐在那边听啊，这个人报告了怎样，这个人执行计划执行的如何，达到有没有达标什么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审判官，我们在会议当中，不论是报告者或是聆听者，都同样要向上帝交账。我们要仔细聆听，在这场会议的过程当中，圣灵怎么向我们说话，圣灵如何感动我们去参与、去投入、去付出。弟兄姐妹，1年1度的定期合会里面所报告的，都是长执同工在圣灵的带领下所拟定出来的计划，还有在未来我们即将要开展的一些使命。不论是各部的施工计划，还是奉献收入的计划，教会跟一般外面的公司行号不一样。公司行号是盈利单位嘛，他们有收入嘛，我们想说量入为出，好，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就是我们有收入多少，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量入为出。但是在教会，当然教会在某个部分也是量入为出，只是教会是不太一样的。当我们在看教会的收支预算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一定是先拟定计划，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未来这一年2022年，我们有什么样的事工计划，要怎么样推动？推动这些计划是为了造就装备，是为了宣教，是为了敬拜。我们是先拟定了支出，我们需要多少花费，我们才来计算，我们才来估算我们需要多少的奉献收入。有一点颠倒，有一点相反，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会照管、看顾、眷顾他属于他的教会。当我们按着圣灵的感动这样子去推行的时候，上帝必定会赐下他的恩典，赐下他的丰富，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跟着圣灵去做。可是在会议当中，有的时候牧师会发现，当然不是我们教会了，我现在讲的就是指整体的整个长老教会，或者整个长老教会，我们全台湾的教会。在牧师跟其他的教会的牧者在交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在会议当中总是觉得事不关己，跟我无关；有些人觉得我来教会就是要受人服侍的，
而不是要去服侍别人。在会议当中，我们展现出来的态度，总是爱自己比爱上帝跟爱肢体更多。这是第二个瘾。好，刚才第一个瘾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主日礼拜没有办法提前来预备等候的那个瘾。第二个瘾就是在我们各式的会议当中，我们总是把自己置身事外，或者是当个审判官去看别人做得如何如何，却不想想自己到底能投入多少的这个瘾。好，时间的关系，牧师在最后再来谈一个瘾，还有一个严重的瘾，就是习惯性跟上帝讨价还价。跟上帝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就是对教会参与度高的人可能会出现什么？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的奉献也很多了，我觉得我对教会的投入够了。我再说一次哦，不是我们单单指我们建成教会，是整个国度，我们所有的教会属于上帝肢体，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对教会的投入够了，但相对于我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所累积的财富和资源，却永远都嫌不够。我们习惯性的爱世界比爱上帝的教会多得多。我们习惯性消费上帝的恩典，当上帝赐给我们恩赐、才干、智慧与丰富的时候，我们却总是替自己找借口。这实在是让上帝的圣名蒙羞啊！弟兄姐妹，其实还有许多背道的病跟背道的瘾没有罗列出来。许多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民一样，拜上帝又同时在拜巴力。觉得只是敬拜上帝似乎稍嫌不足，还是得向世界俯首称臣才可以。于是我们总是在跟上帝斤斤计较时间，斤斤计较金钱，总是怀疑上帝的恩典其实好像并不太够用，我还是得替自己打算，比较保险。当然，上帝无非不能体谅我们有属于不可抗力的限制与无奈，于是我们又常常会把不可抗力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习惯性找借口的瘾，又来了，又多了一个外加习惯性找借口的瘾。我们习惯性把不可抗力当成借口，我们会发现要专心爱上帝，要对上帝从一而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去戒断。我们知道，不管是犯了烟瘾、酒瘾、毒瘾的人，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外力去协助他们去戒断这些成瘾的现象。我们必须要努力去戒断这些成瘾的现象，不能放任他们一直残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过年期间，在牧师家里有一段对话跟大家分享。新春嘛，就上个礼拜2月1号，我们家里现在只剩下子爱有资格拿红包了哈。子爱他就照例在新春那一天，他就按了他的11做了节期的感恩奉献。但是新春那一天是初1呀，那他有些红包是在初2、初3才拿到的。然后他就说：“哇，妈妈，那我奉献的金额不够哎。”意思是说他的新春奉献不够。他说因为有些红包是后面几天才拿到的。我就说你能把11奉献这件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真的很棒，我就鼓励他。哥哥姐姐在旁边听到了，3个孩子就不约而同的说：“11奉献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11奉献不是很正常、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弟兄姐妹，
从3个孩子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11奉献真的没有那么了不起啦。不是今天我做了11奉献我就多了不起，11奉献真的没有那么了不起，但却是信仰的试金石。11奉献没有那么了不起，但却是信仰的试金石。因为当我们人一旦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专心仰赖上帝的这件事就会立刻被显露出来。我们到底是爱上帝多，还是爱自己更多？我们到底是爱上帝多，还是爱这个世界多？我们到底是爱上帝多，还是爱自己的财富更多？对于教会的需要，我们对教会奉献的心志，是否应该常常觉得我真的做得还不够？我们再来看一次14章4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可以翻到周报的后面，我们用华语来读，因为周报是用和合本修订版，可能跟我们礼拜堂的圣经的版本是不太一样，我们就一起用周报后面的和合本修订版的版本来读14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请。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向他们所发的怒气已转消。感谢上帝始终没有放弃我们，对于我们背道的病，即使这个病已经上瘾了，我们已经上瘾了，他仍愿意用他宽恕的爱来挽回我们。不只是挽回，他还愿意更进一步，用他医治的爱来拥抱我们。不是相信今天你持续愿意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持续愿意来教会做连结的弟兄姐妹，不是相信你们都有那个心志，想要来戒断任何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背道的瘾。有可能在这个戒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焦虑，我们会反复无常。这个现象真的跟酒瘾、烟瘾、毒瘾很像，对吧？当我们要戒断这些瘾的时候，我们会焦虑，我们会害怕自己失去太多，然后反复无常，3天打鱼2天晒网，反复无常，我们会这样子一下子好像好，我立志决定这么做了，结果做了1次2次。还是不要了，然后又后悔了，然后又在那边纠结老半天。在戒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焦虑，我们会反复无常。在医治的过程当中，还无可避免的会造成额外的冲突跟紧张感。但上帝却说，他要甘心爱我们。上帝说，他要甘心爱我们。不论我们多不讲理，不论我们多么的反复无常，他说他要甘心爱我们，他愿意爱我们到底。我们继续来看第5节、6节、7节，14章的第5节、第6节、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扎根，它的嫩枝必延伸，它的荣华如橄榄树，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使五谷生长。他们要发旺如葡萄树，它的名气如黎巴嫩的酒。好，到这里。这段经文，上帝应许什么？上帝医治我们，并且应许我们说，我们不用再埋头苦干，挖深自己的水井，好让我们有够深的口袋，够用的资源来做所得分配。只要我们专心爱主我们的上帝，他会对我们如同旱地、干旱之地的地上，他会每早晨都有甘露，他都会
就是会有那个甘露水来滋润我们，供应我们一整天的需要。我们不需要想尽办法鹤立鸡群，想要出头天，只要我们专心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就必让我们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稳稳扎根，高高挺立。我们也不用四处巴结，处心积虑的讨好各路人马，只要我们专心爱主我们的上帝，他就必让我们如同橄榄树、葡萄树的枝叶，可以向外延伸，结实累累。这是上帝丰富的应许，他应许给我们这一群看起来已经被那个背道的瘾弄得不成人形，但是他愿意甘心爱我们，还给我们这么好的应许。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第8节以法莲说：“我与偶像有何相干？我应允他，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实从我而来。”弟兄姐妹，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事物会引诱我们离开上帝，轻看教会的需要，轻看肢体的需要。每当我们在举棋不定，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几乎就要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上帝期盼我们能打从心里用我们的意志不是情感上的，也不是理智上的，是用我们的意志来说，我与偶像有何相干？当我们几乎要被脱离，或者是我们自己要转离上帝的容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用自己的意志来说：主啊，主啊，那些引诱我转离你的那些偶像与我无关啊！我就是要定睛看你，我就是要定睛仰望你。在4福音书里面有个大家颇为熟悉的少年财主，他在生活上持守诫命律例，但最终他无法跟随耶稣进入上帝国。他仰赖合于律法诫命的行为，同时他也仰赖自己的财富。当耶稣要他放下这一切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做不到，因为他觉得他对上帝做的已经够多了。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当我们对教会投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够了，够了，我们对教会的爱够了，我们对教会的服事够了，我们对教会的奉献够了。就像这位少年财主一样，他觉得他对上帝所做的已经够多够好了。殊不知，当他认为可以同时拥有上帝的祝福，又想要拥有世界财富的双重保障的时候，就像以色列百姓这样，拜上帝又拜巴力。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常将11奉献、各种奉献放在自己的安全范围，一点都不想失去我们对我们的财务的主控权。我们奉献了，但是我们又紧紧抓住我们的财富，不想再越雷池一步。圣灵啊，你今天感动我要做怎么样的奉献？不好意思，我已经关门了，我不想再奉献拿钱出去了，因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圣灵啊，我参加许多教会的事工，我服侍，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每天的时间，每个礼拜的时间，我都算得非常的精准，有一点多余都不行，我做的已经够多了。常常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安全范围里面来服侍、来奉献，于是我们很容易就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借口说我已经做得够多了。就像少年财主拒绝耶稣的邀请，他无法在那个当下，他无法下定决心对耶稣说：“我与偶像有何相干？”
因为他拥有的财富已经取代了耶稣。他在那个时候，他的财富就是他的偶像。他在那个时候，在他的情感上，在他的理智上，他输了。他没有办法用他的意志来对耶稣说：“我与偶像有何相干？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他做不到。当少年财主无法放下他的双重保障，他对自己的决定满意吗？不，他并不满意。我们看到福音书的记载，少年财主如何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当他无法专心跟随耶稣，他的忧愁、他的挣扎、他的沮丧将会一路跟随他。跟随他的不再是福气了。我们刚才在启应文诗篇23篇说，上帝的恩典福气会怎样？台语很漂亮，是有追啊！上帝的恩典福气是追着你跑的，你根本不用拉，你根本不用，他是追着你跑的。可是今天追着少年财主跑的是什么呢？追着少年财主跑的是他的忧愁、他的挣扎跟他的沮丧。弟兄姐妹，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东西追着我们跑？我们是盼望上帝的恩典、恩惠追着我们跑，还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忧愁、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挣扎、沮丧一直追着我们跑？当少年财主无法专心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一些负面生命吞吃他的这些背道的瘾啊，就一路跟随他，捆绑他。这个瘾，当然福音书没有再记载他的事迹，但是如今，上帝要借着何西阿书跟大家说，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背道的病已经成瘾了，我们要好好思考，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哪一些事情是那个已经成瘾的。上帝说他甘心爱我们，他要来医治我们。当我们立定心志，回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下场不会像少年财主这样子。上帝说他要甘心爱我们，他要医治我们背道的病，要戒断在信仰上这背道的病已经成瘾的这样的状况，真的是不容易啊。但上帝必会眷顾我们的决心跟意志。在戒断的过程当中，我们或许会感到彷徨，或许也会不断的跌倒，但上帝已经应许我们，一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一人虽7次跌倒，仍必兴起。在跌倒的时候，主的竿、主的杖，他会安慰扶持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上帝会将我们高举在磐石上，为我们涂抹那医治的膏油。只要我们专心爱他，努力不放弃的要去戒断这些背道的瘾，那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新春这个时刻，主，虽然何西阿的信息如此的沉重，但是越是沉重的信息，主，我们知道你的爱对我们就有多深。主啊，我们知道你责备我们是因着爱我们，就如同父亲管教他所爱的儿女。主，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现在，在此时此刻，在新春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立定心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戒断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背道的病，好叫我们可以在未来专心的
专心的走主你的道路，让主你的恩惠慈爱追随我们，一直到末了。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主，你甘心爱我们，谢谢主，你医治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仰望，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因信息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信息第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起立来因全首。真济，煞只来奉献，咱请东方的同工、书会的同工。
咱起立来迎奉的诗歌。真济。这是咱来公道。公道的事项伫个剧本顶头有写，为了肢体，为了陈金子姐妹、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卢雪英、洪甘枝、石玲玲、陈美芝、谢丽慧、刘慧忠、赖胜雄、张惠良、陈秀荣、胡艺梅、杜昭、谢东初、林以诺，还有为了化疗的陈义丽，为了怀孕过程中的罗心如，还有复健的陈昭明、汪世军、张朝明、张美妹，还有洪千惠的父亲，还有金元安牧师、张凯慧，还有为了外耳炎的赖胜燕小朋友，我们为了他们来祷告。第二，愿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专心爱主，尽心、尽性、尽意，单单侍奉他，以他为乐。第三，为了全球防疫政策、台湾本土疫情，各级政府在疫情中的布局，求主护佑掌权。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求你引带教会的脚步，带领咱行伫你的旨意的中间，互阮的教会行向复兴的路。阮也求你看顾教会中身体有病痛、甲年岁较大的兄弟，求你帮助因伫生活当中有对你所来的愿望。即时，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高灵教，你的旨意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食今会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欢迎诗班的吴美玲老师，这我们诗班的新的老师哦，新任的吴美玲老师，还有师长，还有2位小孩。那我们请他们站起来看一下。好，欢迎你们。那我们看周报上面的报告。2021年奉献明细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在2月6号之前，也就是今天，要完成核对。如果有误刊的，请向干事或会计校正。2月20号将举行今年的第1次圣礼典，请要受洗或坚信礼的兄姐们向牧师报名，以利安排相关事宜。也请会众预备心，与主同坐席。2月20号礼拜天主日后召开会员合会，进行各部年度事工报告，请会友踊跃参加，关心会务的发展。会员名单已经张贴在公布栏，如果有误刊或是不克参加的，请向小会员反映。你当天不能来的，麻烦请向小会员请假。第4，为了响应环保，这一点很重要。为了响应环保，和会手册将依往例用投影的方式呈现，财务报表除外，财务报表会另外发。如果仍需纸本的会友，请于本主日前到柜台登记。和会手册如果需要纸本的，请于今天之前到柜台登记。2月20号下午1点，本堂财务部举办财务同工培训，邀请台北中会会计软体设计者、景美教会的杨福才长老授课。欢迎对教会会计软体操作有兴趣的会友报名参加。第6，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宗教场所还有教会，即日起禁止饮食，请共体时间配合防疫。团契消息：2月25号，北中松年部举行新春野外礼拜，地点在礁溪公园，费用700元。2月14号报名截止，请要参加的踊跃，请赶快报名。2月27号下午1点，琴社团契聚会，聚会内容是新春踏青。奉献明细，因为正好遇到春节的年假，所以2月1号新春的奉献明细将刊登在下个主日2月13号的周报上。如果有不便的，敬请见谅。来，上营信息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营了后，两请牧师替咱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受事大好，听咱亲像家人，听咱亲像家人，信心宽灵甲咱感动，行去甲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同，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阿
阮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帮赞领进大家对上帝陪伴的病，拢通得到医好。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道避讳。